客家庄里由桐花炫舞而下的美景令人印象深刻。一位苗栗客家人黄永雪就把这些美丽的客家印象化为美丽的珠宝。那么在客委会的辅导之下，从传统的银楼已经成功转型做珠宝饰品，不但是走出了地方跟自创品牌，现在的客家文化珠宝甚至还和环保概念做结合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给您闪耀的经验。白色桐花结合色彩能量学的彩色珠宝，保留桐花炫舞特性，成为经典的精品项链。那我在想，有人做香皂啊，有人做五谷粉啊、豆腐乳，就可以跟桐花扯上关系。那我可以真的直接创造设计、制造桐花的，那我当然不能缺席啊。原本的传统银楼就在客委会辅导下成功转型，推广客家意象，不但全台参展跑透透，更开启了自创品牌之路。当初不计成败投入的就是他，苗栗客家出身的黄永雪，从零开始，98年成为第1届客家文创产业星级达人，99年取得苗栗县文创里认证，入选百年灯会精品伴手礼，今年更成为苗栗桐花婚礼指定6礼之一。现在台湾的设计师很多很可悲的是得了奖也没意义，因为它不会跟市场连接，所以呢，产品得奖了以后就是冰着放着。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客委会的辅导，然后这样的提升的话，这是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你所有的创作是会让很多人在期待的。好，因为我们不断的会展览。深知21世纪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，黄永雪凭着使命感成立团队，跟着客委会的脚步走出地方。现在机场、6星级饭店都看得到他的自创品牌。自创品牌的路啊，刚开始从可能比较创意创新嘛，当然这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接受度，可能要不断的教育。如果单纯从商业角度看的话，那很多我想业者就会气馁。好，可是如果你是从一个推广客家文化，好，然后也让更多人能够来了解，客家的精神在哪里，这种使命跟价值感会推动你一直往前走，而且碰到任何挫折困难的话你都会觉得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。夏季稻田收割后，客家庄常见的荷花结合百年好合的意象，这项设计获得文创商品认证。黄永雪更在作品中强调环保，也希望就是这个建国100年能够百年好合之外呢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环保意识不要过度的开发然后破坏了自然生态。从客家意象出发的文化珠宝，不只推广环保概念，实际选择环保素材、有机珠宝，因为他知道文化的传承与环境的永续发展同样重要。雪白桐花的飞舞耀眼了女性的柔美，百年好合的寓意圆满了新人的幸福。黄永雪让珠宝和客家文化激荡火花，也许给你我感动时刻。